后来，这个去年的5月，台中一个有精神障碍的男子拿刀杀死叶医师。2审的时阵，台中刑总认为，这个嫌犯当时的精神状况是稳定的，但是法官无来采信，维持1审无期徒刑的判决。叶医师的太太无法度接受，到总统府陈情，虽然无看到总统，但是昨收到总统的回批咯。总统讲，已经要求相关的单位针对司法改革、甲强化精神病患的照顾咧做讨论，嘛希望家属会当行出伤痛。被杀害气科医师的太太周女士提出，因有总统府公文坊的批笼，内面有2张总统蔡英文的亲笔批，针对周女士伫母亲节进前到总统府递交陈情书亲笔回应。然后总统不在。由里面的那个负责的官员来接待我。总统一开始先感谢陈情书甲建议，伊写讲我伫进前已经邀请相关的机关来讨论，并且要求赶紧提出对策甲方案。阮思考方向甲你的建议方向差不多共款。所以伫第2页写，希望你会使行出失去王医师的伤痛，甲阮做伙拍拼，强化对精神病患的照顾，并且改进司法制度。在此，我要非常非常谢谢你们的慈悲。我也衷心的希望政府要尽一切的努力，尽速修改条文。周女士讲，杀死因翁的姓赖查甫人，伫2审时虽然和刑总医师鉴定讲形象时精神状况稳定，也过法官无采信，依然维持无期徒刑，会无法度接受。所以讲，除了希望司法改革以外，嘛希望讲政府会使强化精神病患的照顾，避免悲剧搁发生。